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大獎專輯由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送上。MFD 投資總部主持朱子超。MFD 分析部隊。嚟到呢個環節咧，咁啊繼續訪問我嘉賓啦。咁啊過去咧，咁多個星期咧，咁啊呢位朋友咧都支持住呢個環節，好感謝佢啊。咁啊踏入呢個新正頭啦，我哋希望即係一切都係一個好嘅開始。我介紹我嘉賓先，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創辦人兼執行總監朱少麟 Ivan 啊 ，Ivan 你好，早晨，咁多位聽眾大家好。有咩新願望啊？咁啊，首先祝大家猴年行大運啦，最緊要身體健康，事事如意。亦都好似一陣間我介紹嘅著作一樣，大家都講個 size 好似通勝咁，日日都通勝。嗱，日日通勝。嗱，我知道咧，Ivan 我哋即係過去嗰幾個星期咧，你著作都唔少嘅，即係早幾個禮拜我哋都譬如講下親子啊，做爸爸嘅，全能爸 B 係啊，全能爸 B 啊呢本著作啦，咁啊都好賣啦。咁嗱，我知你今次咧，頭先你講話有本新作啦，係啊，就新鮮滾熱辣添啊！今次就唔係講爸 B 噶咯，今次講咩嘅咧？今次咧，我哋呢本推介咧就叫做正經人，講正經事。咁都係點解由本書名到而家呢本 size，即係頭先同大家嘅政治個正係啦，就係個經係啦，正經人去講翻一啲正經嘅事。咁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其實研究中心都踏入第5年啦，2016年。咁我哋都希望將過往我哋4年，無論喺各大報章、雜誌平台所刊登嘅文章，咁我哋都輯錄成書之餘呢，亦都好開心。今次揾到各大政黨嘅主席去支持我哋，咁今次好開心啦！我都希望透過咪前都多謝，首先就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主席啦，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先生啦，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先生啦，以及新思維召集人狄志遠先生，咁佢哋幾位呢都為咗我哋呢本著作呢都寫咗一個好好嘅序啊！係，因為有時序言呢都係對好多人閱讀一本書嘅時候呢一定嘅啟發同埋一定嘅指引。咁啊，Ivan 我見即係嗱，成日討論正經事，即係兩大議題呢都可以好廣闊㗎。咁啊，今次你呢本正經人講正經事呢，就主要係從邊個角度出發呢？嗱，咁我哋過往其實呢，我哋都針對所謂幾大範疇嘅。咁我哋本書嘅設計呢，我哋都用咗個六角形作為我哋今次嘅主要嘅圖案標誌。無論由我哋嘅內容啦，去到我哋嘅歷程上邊呢，都用六角形。咁點解呢？六角形好多時啲人都講呢係一個連綿不絕嘅嘢。咁同埋我哋之前都講過，曾經可持續發展，除咗所謂咩經濟、社會、環保，再加埋企業管治之外，其實係好多元素連埋。咁所以今次呢，喺我哋個著作上面呢，我分咗6個範疇。第一就係可持續發展同埋智庫嘅關係。因為大家都講啦，由上一屆特首選舉之後，咁啊智庫呢都所謂叫做應運而生啊，好多或者好多人都重視智庫所提嘅建議。咁嚟緊17年嘅特首選舉，甚或近啲嘅9月份嘅立法會選舉，究竟有啲乜嘢智庫可以做得更多嘅呢？咁我喺呢度呢，過往都寫咗好多文章，包括可能我哋所謂叫做後政改後嘅7·1遊行啊，我哋所謂叫做點樣大時代下嘅冷靜，甚或我哋再早期啲嘅講政府2.0啊，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講2.0，咁我哋可能喺12、13年嘅時候已經講緊政府2.0，新政府點樣做呢？咁我哋都輯錄成書咁樣。咁第2 part 呢，亦都係我哋比較着重噶啦，就係叫做政策及公共行政。因為點解呢？政策及公共行政顧名思義就係作為一個智庫，政策同埋公共行政嘅評論建議，以及我哋點樣去同我哋所謂叫做啲持份者，大家可以達成一致嘅共識呢。呢個智庫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外國已經好流行，咁喺香港未來究竟點樣扮演重要嘅角色呢？咁我哋喺呢啲文章上面都提及嘅。例如我哋點樣其實喺研究範疇裏邊，無論同一啲政府嘅研究組織啊，以及一啲嘅商界組織啊，我哋點樣去聯繫呢？咁又或者其實我哋點樣可以所謂叫做我哋有一篇文章呢，好特別嘅，我特登都可以舉例下，叫做馮二進一嘅民主之路。因為好多時啲人都講啊，即係好似啲嘢就馮二進一，馮二進一。咁其實好多時我成日嘅意思就係爭取民主都必須有個過程。咁但係過程中間究竟點樣達至一個共識？或者我哋大家都所謂用得到條路去點樣咧？馮二進一係正面嘅，係啦，正面嘅，即係我哋點樣有時就話啲人一定要一步到位。我哋成日都講嘅，你接受個手機嘅程式由 1.0 去到而家可能去到10點幾，你都接受到係嘛？即係一個手機程式，你都可以接受到由1去到10。咁點解我哋所謂達至民主或者社會嘅改善，都一定要由1去到10咧，但係都要時間累積噶嘛，唔可以話一步到位。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馮二進一呢篇文章咧，都係當時嘅有感而發嘅。咁都幾有前瞻性，都多㗎。其實呢啲都去到13年嘅文章。咁其實我哋由嗰時一路都好深入地去研究呢啲事情咯。
係咁啊，Ivan 啊，即係我相信你咧，即係個諗嘅範圍都幾廣闊啦，且除咗大嘅政策之外咧，社會唔同階層嘅人士喺即係呢本著作裏邊都係咪都會提及到㗎？當然啦，咁我哋之前都提過，我哋所謂4大範疇，包括中產、老齡，去到我哋所謂都市固體廢物、所謂環保等等咧，我哋都包含嘅。咁例如中產經濟學裏邊，我哋都寫咗好多嘅。我哋所謂由一啲所謂叫做糖衣包住嘅中產，我哋成日都講噶嘛，好多時啲人講窮中產 M 型社會。咁我哋喺幾年前，我哋一路都發現呢個問題，而今年我哋個目標都希望做到我哋所謂叫中產指數 Midex， 因為呢個 Midex 我哋都開始一路進行嘅一啲工作。我哋究竟定一個定義，因為好多人都講中產，喂，有啲人話飲杯咖啡睇法國電影又係中產，我哋嘅財爺，甚至我哋去到有啲人就話其實我揾2萬蚊又係中產。咁究竟中產嘅定義係點樣呢？我哋希望大膽啲，因為我覺得如果作為研究中心，假設都唔大膽，咁幾時大膽啊？咁我覺得都希望吸引更多人嘅投入去討論、去探討呢件事，從而為中產達至一個更好嘅發展環境。呢個係我哋想做到嘅工作。咁人口老化更加講啦，最近無論推行所謂叫做全民退休保障，甚或可能一啲退休政策等等，或者可能強積金自由行，咁其實都係講緊一啲老齡或者所謂銀髮嘅嘢。咁但係我之前都提及過銀髮，我哋唔想提及太多係關於福利嘅嘢。咁究竟其實我哋點樣正面去睇銀髮嘅事情呢？咁我哋喺裏邊呢，除咗講一啲我哋其實之前搞過嘅研討會嘅，喺4年國際研討會就邀請咗5大範疇。因為我成日都講退休其實有5樣嘢嘅，所謂叫做財富、健康、第30生活，去到生活品味，之後去到活齡教育等等。咁我哋特登搞咗研討會，咁有一 part 就係阿吳敏倫博士去講關於長者與性。咁嗰個題目係咁多個環節裏邊呢最受歡迎嘅，即係啲長者啊或者啲老友記呢問最多嘅問題，亦都係呢，所以點解特登會有篇問題我哋所謂叫做長者與性難言之隱，因為好多時老人家可能都比較即係含蓄啲啊、內涵啲啊，咁啊，所以就佢哋唔好咁講呢啲。咁我哋就希望都透過啲文章呢，俾大家啲反思或者多啲想法。咁至於都市固體廢物啦，咁大家都講啦，即係點樣而家廚餘又好啊，或者對填區飽和。咁其實我哋過往做咗好多㗎，所以你叫我哋無論由環境保育去到近期好熱門嘅大嶼山發展。我哋已經一早探討緊，我哋去到上一集，我哋上幾集同阿鍾國斌議員就呢個可持續時裝，我哋亦都有華麗背後。咁去到另外一篇呢，我覺得都點樣從一個可持續發展去審視香港廚餘嘅處理等等呢？呢啲我哋去到12年尾、13年已經寫緊，即係未推行所謂叫做即係所謂收用者自付個計劃嘅時候呢，我哋都已經做緊。咁再加上裏邊都剪輯咗一啲圖片，我哋之前好似同阿陳智思主席，即係前嘅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阿陳智思主席呢，我哋去落區。去睇無論九龍新界一啲嘅單棟樓啊，去到一啲鄉郊式發展嘅點樣處理廢物呢，我哋都總結咗喺呢度。咁我哋做咗好多。咁除咗呢5個比較所謂大眾都認識嘅議題之外呢，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就係體育發展同埋啟德體育園區嘅規劃。因為過往好多時都講啦，即係而家喺立法會拉布嘅情況，咁好多時一啲嘅工程啊、公務呢都唔係咁容易上馬。咁尤其是你知啟德體育園區係一個咁大型嘅基建，咁啲人會唔會換嚟啲人話會唔會成為大白象啊？又或者變成一個收唔到科嘅爛攤子呢？咁我記得早年都已經就呢個議題都有個演講。最早啦，我諗呢個呢係我哋研究中心成立以嚟第一個大型嘅即係叫做研討會同埋一個論壇。咁因為點解之前都有提及過小弟少背景，就係我都係體育教練出身，亦都帶領唔同嘅運動隊伍去出席亞運會啊、欖球或者傷殘田徑咁樣。咁我自己對體育好有一定嘅認識咧，唔好話好深啦。咁再加上近年都坐緊政府嘅委員會關於體育撥款，咁其實我對呢方面有一定見解。咁所以無論就啟德體育園區啊，到所謂體育發展，我哋之前我都寫咗好多嘅，例如我哋點樣喺個施政報告之後對香港體育發展嘅建議同埋執行究竟點樣做呢？咁最近當然好開心啦，即係特首都履行咗佢嘅一定嘅承諾，已經有咗體育專員呢一個職位。雖然佢而家都叫有啲人話換湯不換藥，都係由本身統籌緊體育嘅官員去變成體育專員。咁但係因為始終現屆政府比較短，咁但係起碼有咗個位，將來再點樣演變呢？都有一定個方向咯。即係你加咗好多力去推動咯。如果真係早幾年嗰陣時候已經，我哋有寫嘅。我諗我由行政長官一上任嘅時候，我哋已經交咗即係正式交份文件俾相關部門，我哋直接交嘅，即係我哋比較 formal 啲去最 hand over 我哋份文件。咁裏邊已經講咗究竟其實未來民政事務局點發展啊，體育執行嗰方面點樣做等等。咁呢啲其實有啲智庫未必想寫，因為可能未必有生碑。
又或者頭先我講嗰6個議題咧，未必話係而家係可能嗰啲好尖鋭性或者好熱門嘅時事話題，但係我相信一個社會要達至平衡、可持續發展，呢6個議題都必不可少。咁啊，講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傾下你本新作啊。好啊。MFD 投資總部主持朱子超。MFD 分析部隊。直播室裏邊呢，繼續訪問緊我嘅嘉賓呢，咁啊就係嚟自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嘅創辦人兼執行總監就朱兆倫 Ivan 啦。咁 Ivan 啊，咁啊就上一節提到你嘅新作啦，咁啊就正經人講正經事。咁我又有一樣嘢，即係想問下你嘅設計先，就係個書個封面呢，你又講咗個6角形嘅 icon 啦，但係我睇翻個長度咧，就比起一般嘅即係著作啊坊間嘅見到嘅書咧係長啲嘅。係啊，有冇啲咩意義喺度？因為我哋都頭先都提及話，長啲會唔會擺得唔方便呢？咁但係我又從另外一個逆向思考去諗，就係因為新正頭啊嘛，啱啱呢本著作咧就喺新年期間推出啦。咁我都想即係好似新年好多時都有啲通勝啊，或者啲預言啊，或者啲咩流年運程嗰啲咁樣。咁我都想有啲少破舊立新，因為過往我睇好多唔同嘅機構出嘅著作咧，都可能比較單一啲，可能比較普通一啲。咁但係我都想今次即係寧願個設計上面咧有少少特別。我成日都講啊，希望呢本呢成為一本正經界嘅通勝，因為正如我個序所講啦，今次呢本著作呢，我哋希望就係繼承我哋所謂香港可持續發展嘅理念之餘呢，亦都希望引領香港走出個困局，亦為2017年嘅特首選舉鋪路準備。咁所以我都希望呢本所謂叫做正經界嘅通勝，咁如果一本書嘅 size 都唔能夠突破到所謂常規嘅界限，咁入邊嘅所謂嘅 idea 或者意見又點能夠超越以往嘅限制呢？咁樣，咁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一個研究中心，頭先上一次都提及過，如果我哋假設都唔大膽，咁點樣大膽呢？咁所以我哋先由書呢本著作，我哋嘅面上邊，我哋究竟點樣去做呢件事啦？咁即係以你一個思維嚟講咧，我諗即係裏邊有好多內容。頭先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啦。咁社會關注咧，即係喺而家譬如社會裏邊嗰種唔同思考嘅分化，咁尤其是年青人嘅思維啊。咁你會點樣睇咧？嗱，年青人呢，我諗我哋頭先都提及啊，我哋其實裏邊文章都包含咗好多年青人嘅想法。例如有一篇我哋叫做《致富的新鮮人》，咁好多時都講啊，好多時香港做政策研究有一個所謂叫做老齡化，即係有好多比較，即係我哋有傳統智慧嘅學者一路可能帶領住一個機構去做一啲研究，咁但係好多時佢哋往往都忽略咗年輕人嘅聲音。但係喺我哋研究中心或者我過往嘅理念，即係參與即係政商咁耐以嚟，都以得青年得天下為我嘅目標。因為好多時我去到你今日幾有熱血，去到一個階段都總會因為成家立室，因為種種嘅成熟啊、觀點啊、角度啊、經驗等等累積之後呢，佢會一定變化。但係永遠都一定有長江後浪推前浪嘅。但係我哋點樣捕捉到每一代年輕人嘅心態？好坦白講，最近有一個做譬如講90後呢，我話開始 out 啦。我話點解呢？我哋研究中心又好，或者我嘅企業下邊都有唔同90後嘅年輕人。但係今年如果你當90年出世。2016年都26歲㗎啦，都唔係年輕，都基本上可能你當畢業都2-3年，都一定做緊啲嘢，好快就去到30嘅階段。我哋下個目標係咪已經針對緊千禧 B 呢？即係所謂千禧 B Happy 2000啊，已經之後就已經出嚟嘅年輕人都已經係接近18歲或者20歲。咁其實佢哋嘅觀點想法可能就同90後唔同咯。又或者好似之前我哋講全能爸 B 點解會感受咁深，就係嚟緊我嘅小朋友都係2010幾年出世，到過多10年，其實又係佢哋嘅想法。咁所以每一個 generation， 其實每一個年代得青年得天下，呢一個係最緊要嘅。咁就呢度好緊要，所以要擁有一個破格嘅思維啦。咁我亦都係你中心咧，即係嗰個發展嘅路向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因為我知道 Ivan 呢，即係喺marketing 同埋 academic 咧，即係你創咗個字嘅。我哋早幾集都有講過嘅。呢個係咪即係亦都係你嘅思維之一嚟嘅咧？因為我相信喺一個即係所謂叫做資訊科技咁發展成熟，而近1-2年香港講創新科技都講咁多，環顧世界，大家一定係手機行先嘅。即係點解今次我都反傳到就除咗本著作長啲係方便啲閱讀之外，針對一定係手機。咁你手機嘅情況之下，其實好多資訊啊，好多嘅嘢呢係即時間已經出得到。咁所以我哋點樣配合到一啲觸動到佢哋嘅眼球？點樣我哋所謂做到 advocacy， 即係所謂叫做倡導型嘅致富，甚至話我哋點樣將頭先所講點樣用 marketing 嘅手法去推動一啲嘅 academic 一啲學術嘅嘢呢？呢個先係最緊要。我成日都強調研究重點係需要嘅，
一啲所謂長篇嘅研究係亦都加強我哋嘅針對嘅點嘅建議。咁但係人呢，尤其是香港人係比較快，吸收資訊亦都要快速。咁我諗一個所謂叫做精簡嘅所謂叫做行政摘要 （executive summary），甚至一啲 point form 呢，已經令到佢哋可以了解到成件事。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點樣做好個 content， 即係所謂嘅內容啦，點樣做到我哋所謂嘅 presentation， 所謂一啲表達嘅手法啦，從而令到呢一件事 marketing可以入到屋咧，就正如我哋過往搞無論祖父母節，我哋搞我哋大獎，甚或搞唔同嘅 incident 嘅嘢，我哋都係一度持之以恆做呢件事咯。係咁啊，Ivan 即係如果係咧，繼續講下中心咧未來嘅發展計劃啦。我諗即係呢一本著作咧，即係呢一個起步點嚟嘅啫。絕對係，仲有好多嘢會搞㗎嘛。絕對係。咁我哋嚟緊啦，都繼續頭先所講啦，加強我哋4大方針啦。就以呢個針對都市固體廢物嚟講，我哋成日都強調點樣處理廢物。已經係比較慢㗎啦，因為環境需要保護，表示地球已經受到污染。咁我哋點樣由源頭開始做起呢？咁我哋都提及過啦。之前我都係一路參與緊聯合國嘅工作。咁希望今年繼續以呢個身份做好咗我哋一個所謂嘅廚餘嘅指標，或者一個嘅減排嘅制度，由外國用翻嚟。我哋成日講，我會先由澳門、廣州等地做好，再引入翻嚟喺希望嚟緊同環境局啊等緊都多啲嘅溝通同埋磋商。第二方面，銀髮產業或者老齡化呢一個絕對我哋會繼續研究，由過往不被重視嘅議題到而家近年一路大眾都討論嘅時候，我哋會更加會針對呢件事，例如包括由強積金嘅對沖啊，我哋點樣靈活善用強積金啊，即係例如可能參考新加坡，我哋可唔可以將呢一啲強積金作為我哋買樓嘅首期啊等等，呢方面我哋都會繼續探討加強。第三方面，我哋喺中產嗰方面啦，即係除咗我哋出版全能爸 B 講男士權益之外，我哋都會加強頭先所提及我哋個 MIDEX 中產指標，究竟點樣令到社會有一個將來根據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嘅中產指標顯示，咁我哋都希望做到一個 benchmark， 令到社會大眾更明白中產家庭需要嘅針對。第四樣，我諗另外一個角度，我哋就頭先之前冇提及好多，但係其實頭先講，例如大嶼山發展啊，我哋點樣喺一啲嘅堆填區嘅土地點善用呢？公共空間規劃，我諗近期大家都講嘅，點樣善用我哋街頭街尾、巷頭巷尾，甚或一啲其實係我哋橋底，我哋點樣去善用，去令到香港土地資源我哋咁貧乏或者咁珍貴嘅情況之下，可以善用呢？咁公共空間嘅拓展，呢個係嚟緊我哋大勢所趨，亦都必定會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希望未來呢16年，頭先所講，除咗為9月立法會選舉之外，亦都希望為到17年特首候選人嘅政綱或者未來5年、10年香港嘅長遠規劃，我哋打好個基礎。呢個係我哋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未來想做到嘅工作。好重要喎！即係未來2年呢，你哋嗰個任務咧，即係都好大。咁啊，就由呢個立法會選舉啊，到特首選舉啊，咁啊都俾好多即係真知灼見啊。咁社會上面呢，仲有少少時間啦，我想問埋 Ivan 你嘅睇法啦。即係我見好多呢排大家都關心，即係老人方面嘅問題之外呢，就全民嘅退休保障啊，即係甚至乎已經係伸延到呢打工者一族，即係你同我咁樣都可能喺全民退保底下呢，就即係嗰個都要有一啲財政上嘅承擔。咁樣嗱，會唔會嚟緊都會研究下呢啲關於即係退休保障嘅問題咧？退休保障呢，我相信呢，無論喺政府層面或者一啲即係相關福利嘅學者會做好多。咁但係我哋撇除一啲所謂退休保障呢個即係熱話啦，咁我哋調翻轉，其實香港或者其實全球都好，有好多長者呢。之前我哋節目都提及過嘅就係佢哋有3高嘅高學歷、高退休收入同埋呢個高嘅電子產品嘅應用。其實我哋點樣製造一啲商機，令到大家覺得退休並不是一件即係退咗休之後就好憂慮嘅憂，即係退而休。我哋希望做到一啲嘅角色或者一個即係領先者，即係個 pioneer， 就係話我哋探討一下銀髮產業。點解呢？銀髮產業比起講退休保障呢，我覺得更為實切嘅。點解呢？香港係一個商業型嘅社會，啱啱最近都公佈咗，香港亦都係近呢咁多年啊，都係最自由經濟體系。如果你有一個好嘅商品，你有一個好嘅商業政策呢，其實係一定吸引到唔同嘅長者或者到時達到退休年齡嘅人去爭取。我先講，如果想你解決呢個退休問題，我諗最緊要自己有冇一啲資產，呢個先最緊要。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長者，我諗我哋去到供完層樓，應該都一定供得層樓㗎，係咪？即可能20年嘅辛苦積累咗，或者30年累積咗層樓嘅資產，我哋點樣透過逆按揭或者所謂叫做逆保險計劃去透過呢件事呢？我哋點樣將一啲所謂保險，外國好興嘅所謂叫做死亡保險，即係將一份保單抵押俾一啲嘅金融機構或者抵押俾一啲嘅財務機構，從而攞到一啲錢，佢能夠將所謂保費能夠用翻自己身上呢？
呢啲反而我覺得係可能比退休保障或者一啲政策，大家去所謂討論爭拗係嚟得更加實際。咁啊，即係好好啊！咁啊，呢個星期咧，咁啊，多謝 Ivan 咧，咁啊，同我哋講下你嘅新作啦。咁啊，再提一次呢，呢本著作咧就叫做《正經人講正經事》啊。咁啊，係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呢就出版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就好似我哋其中一位幫我哋寫序言嘅狄志遠先生咁講，多一個人買我哋呢本書，就多一個人去理性嘅角度去考量社會嘅政策。希望呢本著作可以帶嚟一個更多嘅討論，去到每一個屋企。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致力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